若继续来看这个宜兰的绿色博览会开始了。今年的主题是梦幻岛屿，以这个生物、基因甲栖息地为主题，来打造着12个主题展馆，来展现着多元的生态。今年，佫特别邀请到农村厨房到现场，先互民众来品尝介新鲜的食材，再佫由总铺带大家做伙来料理，享受到这个真正为产地到产道的旅游的趣味。挂拍开3青菜，好食搁青的料理随放去桌顶，经过摆盘，就亲像餐厅的套餐。不过上特别的是，这食材是民众家己现办的。一年一摆，宜兰绿色博览会上场，这摆邀请9间农村厨房来到现场，带民众做体验什么上青。用这样的一个方式，能够希望大家能够自己采摘之后自己来做，然后自己可以吃到自己所做出来的这种菜肴。吃在地适当季啊，是一个最适当的一个饮食习惯吧。除了让游客好好享受为产地到料理的旅游行程，这摆日曝甲梦幻岛屿正做主题，打造12个主题馆和20座生物文化总体艺术，亲像这个夜光的 party 馆。伫咧暗暝蒙的所在，雄雄出现一只真大只的火金菇，因这全部的人就会来到大自然，透过装置和影片，小解宜兰生态。这摆日曝搁有一个大地点。你无看唔到，这个飞天车无食电，靠真白的运送，这个人也好按得当体验刺激。一个退休的波音公司的老爷爷在美国，他退休之后运用打造太空梭跟客机的技术，然后做了一个无动力飞车来每天让他6个孙子玩。那绿博就把这一份他的科学跟慈爱从美国引进到绿博重现。这摆活动会办到5月7日，每一礼拜可以针对无共关系的民众设优惠，欢迎民众安排休假日来到户外行行绕绕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